促进各国共同。在这个春意盎然的中国签署了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合作，即使相隔万水千山，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互利共技术转移中审计、监管等领域合作，建立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顺利社会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。同时确保5000人次中外方创新人才历经70年艰苦奋斗，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国情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。